今日嘅探店咧就嚟到東門。朝聖咧目前華南地區規模最大 Minisoland 旗艦店同埋太陽廣場，剛剛開幕嘅平民超市新萬悅超市。事不宜遲，開始啦！喺東門站 D 出口，沿住電梯上到1234商場，見到 H&M 前面嘅出口，轉右直行，見到斑馬線過對面，向麥當勞嘅方向直行。再直行就見到左邊嘅 Minisoland 啦。哇，好大間啊！呢間旗艦店今年1月開幕，係唔少少女嘅朝聖地。店鋪佢哋佔地超過1.6萬尺，樓高3層，係目前華南地區規模最大嘅店鋪。以復古紅綠嘅夢幻城堡為設計嘅風格，店內嘅商品大部分都為 IP 聯成嘅系列，包括大熱嘅 Scenario Chiikawa、史努比等超過100個系列，當中2樓為呢個迪士尼，哈利波特等經典嘅 IP 專區。設有好多個沉浸式嘅打卡場景，大量新款嘅產品售價亦都十分合理。粉絲都可以喺度行足半日。上去3樓，係美妝嘅區域，亦都有飾物嘅選擇，有好多 Hello Kitty 嘅飾物。另一邊有護膚品同埋香薰類，呢度仲有位置，如果行到攰都可以坐下。呢一間
Miniso 旗艦店即係十分大，真係咧要花少少時間去行啦。仲有咧好多打卡位去影相，都係值得去逛逛。我都打下卡先。逛完 Miniso Land 就可以過對面太陽廣場，剛剛新開嘅新萬悅超市，可以順便行下。Miniso Land 對面太陽廣場地下，全新嘅新萬悅超市係一間平民嘅超市，門口嘅位置呢就有呢個烘焙區，麵包嘅種類呢都好多。向前行呢就係呢個燒味同埋熟食。壽司雞都有，大約呢30蚊人仔一盒。小龍蝦都有。對面呢係生果區。呢度呢有好多款唔同嘅即食麵，哇，真係林林總總啊！包羅萬有，任你選擇。呢個白象牌嘅豬骨湯麵呢都好好食，唔錯。雞蛋嘅種類呢都好多，瓜類呢亦都繁多。黃椒啊、紅椒啊都好靚仔啊，菇類呢都好多，亦都好平。另一邊呢就係個人用品，牙膏嘅款式呢亦都好多，拖鞋亦都有。呢度呢就有呢個小食同埋煲湯嘅用品。呢度呢亦都有餅乾同埋薯片。哇，真係眼花繚亂！呢款黑松露餅乾呢都好好食㗎。呢邊呢就有雜貨。支裝油呢都好大樽。總結啦，呢一間超市呢都好大，好好行，又唔係太多人。如果嚟到東門嗰時呢，都可以順便逛逛。好啦，今次嘅分享完啦，下期見，拜拜。